我们怎么学客家怎么客家话怎么学。好，现在跟各位介绍的5分钟，把你们教会，不是一句哦。比如说教客家话，你学的客家话，假如学的教你呢，谁会按讲？那么有的很闽南人都讲，谁会按讲？我会讲客家话，就是这么一句。他问我对不对，我说是对，就表示你不会讲客家话，才会讲这么一句。现在教你的，不是一句，是所有的一句。我所有的客家话要讲的都会讲，只要5分钟。我在北京大学去讲演的时候呢，他是告诉我有什么条件，我说没有什么条件呢，是国际间的关系，你就按照这个礼仪就好了嘛，不用这么讲。他说你要讲的尽量讲。我说如果你要我一定要有条件的，我就加一个给你，我用客家话给你讲。那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他们那些博士他说不行了，北京听客家话听不懂。我说没有关系，也今天一样，我5分钟让你听得懂，而且会讲。他就不相信后来我就用这个客家话去讲，讲了不但听得懂，而且会问问题，而且以后 LINE 呢还会给我通信。为什么？一句话 ，How to make money， 我教他怎么赚钱，都有兴趣。因为呢，农业上有的那个东西，但是怎么都做不出来，我就告诉他怎么做，就会这个成功，会赚钱。有兴趣，所以这个问题是 the key point， 就是重点在哪里，把它抓住。那么今天讲的呢，这怎么讲这个客家话，怎么学客家话，一共有几种？你知道客家话有几种吗？你知道吗？海陆跟四县。海陆跟四县，但是我们的台面是的四海大平安，对不对？有5种，但是呢，在台湾有9种。譬如说我会讲的，我从广东梅县来的，梅县话没有在里面。还有呢，永定话很重要，吴伯雄说永定人，永定话也没有在里面。还有呢，那个有好多种现在就现成的有的，连协会都没有在里面。但是一共是有47种，47项。所以呢，你说你会不会讲客家话？通通会，没有人会了。譬如说少安话，它有1/3以上是闽南话，所以它混在一起的。所以这个语言里面很复杂，非常的复杂。所以那复杂，我们要讲的，现在教你的就是客家的国语。国语有几种？有440种，就是我们的这个普通话有的比如说上海话这个阿拉宁波阿拉上海人那么讲的那个四川的下口口吼到大理当几吼，那么那是四川话。那么通通讲的语都不一样啊，哪一个才对？你要讲标准国语才对。这客家话有40种，哪个是对？能够生存的就是好的客家话，生存不能够生存的从古到现在多少语言都没有，都丢掉了所以呢，客家话呢，现在呢，我4县话绝对不能够那个的，但是现在的4县跟刚刚来台湾的4县就不一样了，已经变掉了。自己可以编，那我现在讲的不能编，原汁原味不可能。人都有一种愿望，好像那个谁万寿无疆有没有？都希望大家永远长命秦始皇如果他可以的万寿无疆，那现在还在是人类的后患，非常的霸道。但是呢，他活几岁？你知道秦始皇活几岁？知道吗？不知道，活了49岁，号称50岁，
就回去了，再见了就没有了。就是要达到万寿无疆，从古到现在没有人，不可能。那要怎么办？这个遗传下去，一代一代一代的人，这人类的基因传下来，这个流传下去。那么语言是不是可以传承？都希望我的语言一定要永远的传下去。英文这个是世界语言嘛，它有古英文跟现代的英文也是在变啊，这没有不变的语言。那么我们的汉语变得没有？汉语倒是大变了9次，变化了9次，变化的以前那个汉语的听不懂。比如说我讲一个这样的，我在商朝的时候怎么讲呢？我叫怎么叫做就我叫做是这么讲，我后来呢变成我、吾、鱼、俺那么一个地方一直在变客家话叫做矮那个原住民讲客家人怎么讲？他怎么称呼客家人？你知道吗？母干母干叫做矮，他叫做矮是客家人。闽南人他们怎么讲？闽南人叫做排浪，因为闽南人好多人以前在骗他说拍狼排浪这客家人矮就是这个视线叫做矮，海陆叫做矮，所以这个语言一直在变化的，没有固定，一定是的。所以呢，商朝的时候呢，讲叫我叫的后来到汉朝是后来一直在变的，一共有6个我到了这个国语呢是我这个客家是矮。还有一点的那国语是说我们汉语里面的最后最差的一种，离开汉语最远的一种的语言，就是我们现在的国语。但是呢，国语现在这个大陆弄得强势，变成世界语言，要取代英文。现在好多美国人都在学中文，知道吗？这个语言就是这样这个。一直在那么到商朝的时候呢比如说讲那个《诗经》，你听过吧？这部书《诗经》，《易经》《诗经》，那个《诗经》呢里面呢有一个叫做什么篇呢？叫做什么讲那个杨桃有没有？我们现在的 kiwi 也知道那个什么果奇异果有没有那个呢？以前的野生的奇异果那个湿地长的这个奇异果你的诗面呢叫的湿有长处，那不是现在国语叫的湿地的湿有长处。那么以前汉朝的那个清朝的时候。不是那个最早的那个时候怎么讲呢？他是讲这个诗它是那个心那个 Lipdigo 当时呢Lipdigo 当时呢叫做诗有长处，Lip 那么现在是诗声就有那个什么音入声字的心这个声闽南话的心那个有那个入声字诗有叫的客家话就有浊音的有go 它的心 go 当个是那哈格拉诗有长处，后来一直变到
国语的都是诗有长处，客家话的诗有长处啊。那个长处啊，就是野生的杨桃。那个杨哈、不是我们现在那外面杨桃，是那个羊，那个牛羊的羊啊。那个时候的那个杨桃哦，那个在那香草的叫做斯那哈格拉。啊，所以呢，都完全不一样，那都丢掉，丢了多少千年了，都丢掉。这里语言一直的变化，没有什么一个固定的。现在有好多的客家的朋友，我的语言就是要原汁原味的存下去，但是你的语言跟来台的时候那个客家话就在变，就不一样了。啊，就是你的不能够变，但自己可以变。所以呢，我们呢是在这个矛盾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我们客家话必定要灭亡，必定要消亡的啊，必定要消亡的。我讲的好像太武断，我告诉你，前3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推估。客家话在30年以后就会面临那个濒临消亡。那个时候呢，提出了这个看法，我也提出了警告有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客家的大佬那个时候乱讲，不可能。但是30年以后，我刚才呢问了各位，已经不太会讲了。我问那个小朋友，他听都没有听过，都不会讲。那么那个小朋友的下一代会不会讲客家话就没了？不可能会存在。那要怎么存在呢？人要存在，要一代各一代。这个老祖宗、老祖父跟那个孙子不一样，会变化。那么语言呢，也一样，在什么环境之下要变什么东西，它有一个脉络的。比如说，我们的客家话是怎么来的？啊，是从那个宋朝的时候的它的国都那么叫做中州话。这个中州话呢，再往前挪一声，就是四线话。他们譬如说，等一下，我换灯片看一看好吗？所谓那个四线那个只需叫宋朝开封府的汉语中的中州话呢，调一声的入声阴阳复调，轻声者不变就成。如汉语1、2、3、4声，进为2、3、4声一声，即为原四线可比。以上知其人者，则一通百语彻，所有语言就可以无师自通。那么你要讲那个怎么讲？那个宋朝的怎么？你只要会四线话，往后挪一声就是那个时候。比如说呢，人那要查什么？有没有什么根据？你要查康熙字典，它有一种注音叫做唐韵、集韵，什么韵？不同时代它那个如果唐韵它那个人与人唐韵均为如临切。注音是这样，如临切闽南话念跟四线念、海陆念，通通念音不一样，那个拼出来就是它的语言。所以呢，一种的注音，各种语言都可以适用。是个古代的一个拼音，很了不起。现在不用了现在有波波摩佛那个 ABCD 另外那个是时代的进步。如临切，那个如呢，这个四线话以那个是声那个临呢是领一音引这个一音引是念引这个两个东西，一个是吟，一个是念引，有没有？一个是吟，一个是引，不是差一声嘛？但因口耳相传的多少，已将人呢变成你，歌变成
那是错误的。各位呢，所以以前念书啊，人之初，在客家话念成引之初，后来变成引之初，那是语音传承的错误，没有关系。那个你习惯了就做引之初，做引之初。你看看这个国语里面啊，在湖南这个毛泽东引民之父中华人民这个共和国请力量，这个毛泽东呢在宣言的时候引湖南的引，好多的人的引那个人呢他那种引所以说呢人跟人的就这样的落差，有那边语言是这么一直的变化的。好了，这个不要紧，我们不是研究做这个再深入的讲也讲不完。那么你知道有这么想要念，以后再来深一层，再下一步，再下一章。好，现在我就教你们呢，就是说现在是我们的重点。如果以后想要这个进一步的客家话，5分钟的话，这个会了就会了，只要这一点会了所谓通用可以走，只需将华语，就是我们国语变一声调，这个轻声不变，如了华语1、2、3、4声，进一声为2、3、4、1声，即为通用客语。而华语1、2、3、4声，退一声变成4、1、2、3声，就为海陆话，就这么简单这个你现在听也看不了，以后慢慢知道有这个样子可以，以后就慢慢去看这 PT 这个客语呢，它少了跟只有那个入声字，那个都没有。国语这些都取消，所以国语把这个汉语这个5国音源通通取消了，通通取消，所以汉语查字典查康熙的，他拼不出来，因为没有这些东西那要怎么办？这个教授会告诉你这次透题要背。这个我的宋慧姐，我女儿也是国文系，那个教授这个问了怎么这透题要背1个字、2个字、3个字可以，那一背那就所有1/3以上要用背，就背死你了。为什么？你只要知道客家话，学会了，你通通就会了就是这么简单那么这样呢这个我现在再讲一个，你们来听一听就晓得。过去教学的经验完全不用客家，只5分钟就学会此方法，而自行精进。更有甚者，有闽南籍的小学生郑思龙经5分钟学之后，历经3个月的自我精进，就能在国际会议上用通用口语表演这个背诵次数这个大学之道在明明的大学之道在明明的，在勤勉，在自律自善，直至而后有丁丁而后有精进而后他就能够这样背，而且在国际会议上就是这样背。不要说我现在小孩子，将来一定有个成大业所以今天来听一听呢，将来你就变成总统了。这个小朋友呢，就是经过3个月自己是的练习然后呢，就会这小孩子很厉害这个小朋友认为有的时候没有这么好的脑筋，这个是家长的错误。小朋友小孩子在那个10几岁以前这个脑筋里面记忆体有100亿个，你永远用也用不完。现在人的记忆大概用10%，那个记忆体有在用，其他呢都是空的，大脑那个细胞都是空的那么等于一种照相机一样，你要把它照到里面去。那么现在呢，所谓的听的话，就像什么呢？不知道什么，你不要去背，为什么？等于相机有没有？它外面有一个那个仿成照有没有？那个罩子罩起来，你什么照都是黑的，背不起来的那么那个
大脑哈那里面呢，年纪越大，它就会长神经和连结线，那神经节越多，都是什么都一听要经过那个才进大脑。越年纪大，那个神经节越的理解性越强，但是记忆越差。所以老人家有的奇怪的，我小孩子背的，你们现在有没有念过？有没有背过那个一讲讲后中讲讲辩论后中有没有背过？没有是吧？那么我们呢有一个朋友，他现在已经100多岁，也回去了。他96岁就回去了现在100多，前几年呢，他说很奇怪的。我那小时候那个背的那个，现在通通记得。现在给我讲的呢，我一讲过，等一下我就忘记了，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呢，一讲现在年纪越大，那个理解越那个神经节越经过那些呢转来转去，但是没有转到脑筋里面去，没有转到细胞里面。所以小学生、小朋友，你不要怕他记的东西太多。所以有很多的语言学者呢，他会精通7国语言，有40几种语言，他都会讲。为什么？他说无认的就让他去记。小的时候，所以在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背3字经，背四书比如说以前呢，我是小的时候背的诗书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都背得很熟。什么意思？怎样？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呢，背在里面呢，永远都会记得。当你念都知道，它一下笨，通通的就是变成你的。千万不要这个小孩子不要学多，学多了脑筋会掉，让他自己的脑筋才坏掉。不会的。你就让他这边背，就不要有压力的。这个像照相机一样，把相机的门打开，让它咔啦咔啦咔啦进，就是无限的装的。到了以后呢，有这个脑筋呢一通，那个连接线一通，通通做你的叫做连铺，这个用一个池塘一样，都是一个一个连，它就会连接就会结构。这个懂了以后，受惠无穷。那么现在呢？客家话怎么讲？就这么简单，就是怎么呢？一讲就会那么这样的很简单。那么下面呢，我们看看我们呢不是随便讲讲，已经都写的通用客语的书这个呢我这个前在20几年以前，还比现在年轻一点这是大陆的一个围炉屋到那边去呢我这有个太太呢，现在我们呢都是80快90的人了，所以比那个时候老的前好多年就写完了书，这里面有客家话，有4县的录音，有海陆的录音，有国语的录音有通用客语的录音。那个4县录音，吴美生老师讲，他录的，还有呢。里面呢有讲英文所以说这本书里面你一下可以学好的都有录音可以那个，已经好在下面。好，这么简单。现在大家要看的很简单这个华文我们这国语的爸爸早妈妈早那么这通用口语呢就这个爸爸早。妈妈照，大家照，就是差异音。你看这里嘛，这里是爸是吧？爸这就是爸的退一声，再进一声，4声变1声的爸轻声不变，爸爸照，早就是照，爸爸照，妈妈照，大家照那么呢，海陆呢是再往前一声那么呢，英文呢Good morning Dad, Good morning Mom, Good morning everybody 这个我讲的英文不太好听，吴老师，你英文他讲的英文就不一样。那英文你讲的。Good morning, Dad. Good morning, Mom. Good morning, everybody. 所以说，你从这里面呢，连英文也可以学到
小朋友，你要不要写英文？写英文的这里面的可以。换你念。所以呢，这个非常的重要，好在在这下面，在下面一张，这个也是啊，这个爸，这个爸爸，妈妈是妈妈，这个叫大家是大家这就是说这个以后说慢慢的，你去这个讲义我就会弄起来，有需要你就问问老师，我都已经给你以后给他那边去拉一通现在都很讲说不要记录。不要讲，认真去听。好，在下面。不然就是宋系福的部落格都有，对吗？那我的部落格将来也会发表三民主义孙文珠，三是这边三，那民是变成民，主是变成主，义是变成一，三民主义就是客家话，三民主义就是国语，这样的简单不简单？说你会讲国语，就会讲客家话，这客家话就不会亡了。客家话它一直会保存下去，因为呢，现在的国语，这种的语言呢，已是变成世界的语言，所以说这个不会变，连美国人也在学中文，因为有需要，那么这个呢，英文那个呢，英文呢，Three People's Principle is written by Dr. Sun Yat-sen 那么。这个是我念的，我当年呢学的英文老师呢，讲法不太一样但是呢，吴老师我觉得吴老师的比较好，他比较简单。当时我们讲 three principle for something China， 这个 by 孙Yat-sen，那个当时我们的老师那个Yat 那个不是不是孙Yat-sen，是Yat-sen，是广东话。广东的一叫做一，孙Yat-sen所以呢，老师这个吴老师你念，我说你念的很好听。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is written by Dr. Sun Yat-sen。就是很了不起，我们给他鼓掌。那么现在这本书里面呢，可以的，在下面一章，风调雨顺怎么讲？你现在讲风的风怎么讲？风是一声，客家话怎么讲？风。那个调第二声的客家话怎么讲？调。那个雨三声客家话怎么讲？雨。变成玉。玉顺四声客家话怎么讲？顺。风调雨顺就是客家话，简单不简单？简单。好，那么现在。你贵姓什么名字？黄淑慧。黄淑慧，黄淑慧客家话怎么讲？黄淑慧。对，就是差不多就是往后退。对，往后退。黄淑是蜀，慧是灰。灰那么现在都不熟，当然你不是神仙那个。要自己练，怎么练？一天练2-3句，10天20-30句，你一个礼拜所有的客家话你都会讲，就是你会讲国语就会讲这种客家的通用口语。客家口语你讲出来了以后，所有的腔调的人，你跟我不一样嘛。那四县跟海陆也不一样那个海陆跟那个什么韶安话也不一样哪一个跟哪个一样？通通不一样。他们以什么为标准？以客家的国语为标准嘛。那么国语以什么为标准？你不能用上海话为标准你要用国语的标准，国语为标准。现在教你的就是客家的标准客家那么呢，就是说，四县的人听得懂，海陆的人听得懂。闽南人听得懂，原住民听得懂，大陆14亿人口全部听得懂，这种的语言好不好？好。所以呢，我们呢在那个前阵的这个
李登辉做总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什么中央银行的总裁叫谢生忠，有没有听过这个？他就是讲的就是通用客语。他怎么讲呢？讲完了以后，陈水扁啊，就那，你为什么不讲国语？他讲的那客家话，你要不讲国语哈？那陈水扁不是那个谢生忠的，我讲的就是国语啊。他说我听不懂啊，你听不懂啊，你慢慢听你就听懂了，这么简单，你为什么不会？我现在讲的，他刚才那个讲的是客家话还是国语？你觉得？国语。那个是客家话，啊，这样才世界听得，要不然的话呢，这个我看闽南的朋友真的，他客家也快要亡了，那闽南话呢也要快亡，客家话30年后会消亡哈，这个闽南话在20-30年呢也一样的。现在闽南话在台湾里面，以前是100%，现在也是只剩了50%以下。客家现在都了，以前有85%，在30年以前家庭里面，现在只有6%，94%已经是回去了啊。譬如说小朋友，将来你的下一代还会讲客家话吗？他的已经不会讲，现在你们都不会讲，那下一代就很难会讲客家话，客家话自然消灭，不要再跟，不可能。啊，那么人呢？哈，这老了啊，90岁的、100岁的，你说我还万寿无疆，不要再吹牛，世界没有这回事，该走的就是走，该没有就是没有，真的该有的还是有这样哈。所以现在有信心啊，你们的现在学会了没有？啊，学会，就是不是现在会讲，刚才小朋友刚刚学会也是跟你们一样啊，这样的，后来一通了以后。几个人他可以背4书，而且很小，小学生就可以背4书，而在国际会议上背了，大家都觉得刮目相看。客家话也好，国语也好哈，我们慢慢讲姑内有兴趣的啊，那个什么去谈的姑内，如果谈理论的，你念12年，我一个朋友他到了念了博士，念了在美国。他也是在美国 ATCC 那个单位里面，啊，这个一级主管只有台湾一个人，东方全部是美国人，他能够在哪里就念这些东西。我把这些东西呢，十几年的浓缩变成4个小时。现在有临时给我浓缩变成2个小时，好，没关系，我们都可以。你讲的要讲1个小时，我都可以。刚才呢，我讲的虽然是不是菇类的，但是很重要。